尊敬嘅澳門特別行政區社會文化司柯蘭司長，尊敬的中央人民政府駐澳門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教育與青年工作部李永先副部長，尊敬嘅澳門科技大學校監廖澤雲博士，尊敬嘅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信託委員會主席崔世昌博士，尊敬嘅各位榮譽院士、各位嘉賓、各位老師同學，大家下午好。今日我哋齊聚澳門這片中西交融嘅沃土，共同見證澳門科技大學又一個重要嘅里程碑——首屆榮譽院士頒授典禮。在此，我謹代表大學全體師生向蒞臨現場嘅各位嘉賓表示誠摯嘅歡迎，向5位榮獲殊榮嘅傑出人士致以最熱烈嘅祝賀同埋最崇高嘅敬意。適逢大學成立25週年，我哋好榮幸咁向5位在各自領域成就卓越嘅傑出人士頒布榮譽院士銜，以表彰其在經濟、文化、教育、醫療等領域嘅傑出貢獻。佢哋分別係吳士明先生、馬有恒先生、吳培娟女士、蘇香梅女士、陳志玲女士。吳士明先生長期熱心社會公益，曾擔任澳科大基金會信託委員及第90屆全國人大代表。佢喺2002年獲授銀蓮花榮譽勳章。1983年，吳先生參與創辦澳門街坊會聯合總會，至今仍擔任該會同埋澳門長虹音樂會、澳門美術協會等多個本地重要團體嘅榮譽會長或者永遠會長，持續推動社會服務、文化發展同埋粵港澳交流，貢獻卓絕。馬有恒先生現任澳門科技大學基金會信託委員、澳門國際機場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澳門廣播電視有限公司股東會主席，並擔任中國澳門體育與奧林匹克委員會會長及澳門田徑總會主席等職務。喺航空、傳媒同埋體育嘅領域貢獻卓絕。吳培娟女士曾任鏡湖醫院院長，現任澳門鏡湖醫院慈善會副主席兼秘書長。佢長期致力於醫療事業發展，積極推動醫院改革創新，持續提升醫療服務嘅品質。曾獲澳門政府專業公職勳章、仁愛公職勳章以及國際華夏醫藥學會嘅傑出人物獎。蘇香梅女士係澳門科技大學創校校董之一，兼任澳科大基金會行政委員會委員、澳門轉化醫學中心嘅行政主任，同埋澳門文化藝術教育中心校長等職位。佢歷任多項全國及地方嘅職務，長期致力於促進港澳與內地嘅經濟文化交流，推動澳門教育、文化、醫療同埋公益嘅事業嘅發展。陳志玲女士現任澳門特區政府文化發展基金信託委員、江西省政協常委等職務。佢主導營運嘅永利皇宮同埋永利澳門，於2025年喺 Forbes 嘅旅遊指南評選中，成為全球唯一嘅榮獲
6座5星大獎嘅度假村。佢積極履行社會責任，喺青年教育、創新創業、文化藝術、公益慈善同埋中華文化嘅傳播等領域貢獻卓越。澳門科技大學設立榮譽院士，旨在表彰成就卓著並對大學同埋社會貢獻非凡嘅傑出人士。佢哋不僅係澳科大嘅驕傲，更為青年學子樹立無恙無範、薪火相傳、砥礪前進。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厚積夜五，身存志遠，歷經夜五載嘅耕耘，澳科大已成為澳門在校學生規模最大嘅綜合型大學。我哋連續7年躋身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300強，並於2024年榮登 THG 年輕大學排名全球第38位。至2025年，共有19個學科入選上海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89位學者入選斯坦福大學全球前2%嘅頂尖科學家嘅榜單，印證咗大學嘅卓越科研同埋學術影響力。大學而家有5個國家級嘅科研平台，因深度聚焦中醫藥大健康、月球與行星科學、海岸大生態環境、中國歷史研究、人工智能與公共衛生等關鍵領域，另設超過20個重大嘅研究院同埋研究中心，系統性咁推進高質量嘅跨學科同埋前沿研究。呢啲成就都係凝聚着一代代澳科大人嘅智慧，亦都係彰顯咗國家同埋特區支持嘅磅礴力量。去年10月19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嘅親切視察同交流，為澳門科技大學帶來了極大嘅鼓舞同埋鞭策。澳科大人將不負呢份深切嘅關懷，堅定國際化辦學之路，教研並重，融合科技與人民，致力於推動澳門經濟多元發展，並積極為粵港澳大灣區嘅建設貢獻智慧與力量。最後，讓我哋再次熱烈嘅掌聲，祝賀各位榮譽院士，衷心感謝所有一切支持澳科大嘅朋友。展望未來，澳科大將繼續心懷家國，放眼世界，以穩健而堅定嘅步伐，向國際一流大學嘅目標邁進。多謝各位。